被太多事淹没，却没有你和我。有对你的明白，却没有爱。你说来我胸怀，放下心中愁烦。你爱浇灌平安，如树在溪水旁，永远不枯干，因你丰盛的爱，让我回到起初的热情，单纯的爱你，我心我灵安静在你怀里，得力因信靠你。放下心中愁烦，你爱浇灌平安，如树在溪水旁，永远不枯干，因你丰盛的爱，让我回到起初的热情，单纯的爱你，我心我灵安静在你怀里，得力因信靠你，让我回到起初的热情，单纯的爱你，我心我灵安静在你怀里，得力因信靠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要来读的是圣经《申命记》29章第1节到29节。咱三个来读第1节。上主伫何烈山甲以色列人立约以后，搁伫摩押地命令摩西甲以色列人立约。下边是立约的内容。摩西召以色列众人来，对因讲：上主伫埃及地对法老甲伊的众人行，以及因全国所做一切事，恁拢亲目看到，就是恁所看到的大灾难、圣夜甲大奇事。毋过到今仔日，上主也袂互恁会明辨的心，会看见的目睭，会听见的耳仔。我带恁伫旷野40年，恁的衫裤无破，鞋嘛无歹去。恁无饼通食，无补酒、高酒通啉。毋过上主供给恁所需要的一切，互恁知影就是上主恁的上帝。恁来到这所在，迄是本王西方跋山王恶出来甲咱交战，咱甲伊拍败，攻取因的地，将迄个地分互鲁宾甲迦得两个支族，以及玛拿西半支族做产业。所以恁着切实遵行即个约的话，通互咱事事亨通。今仔日恁
大一组的组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妇老幼，以及住伫恁中间，甲恁判菜、抢水的外族人，拢徛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恁着接受上主恁的上帝立誓甲恁立的约，互伊照伊对恁的应允，嘛照伊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誓的。今仔日设立恁做伊的子民，伊做恁的上帝。上主毋是简甲恁立誓立即个约，是甲今仔日甲咱做伙徛伫上主咱的上帝面前的人，以及还未出世会行行顺顺利约。恁知咱捌住伫埃及，嘛有对列国经过。恁阁看到因中间也用柴、石、金、银制作通仰恶的偶像。着谨慎，恁今仔日徛伫遮的人，无论查某人、查某人、家族、支族，毋通违背上主咱的上帝，去号使遐个民族的神明，亲像对歹的根，生出毒菜甲苦草。即款人听到即个主祖的话，心内犹豫家己安慰讲：我虽然固执做即款代志，连累所有的人，我犹原有平安。上主袂赦免即款人，上主的大生气会甲伊消灭，将记载伫即本册的著作拢降落伫伊身上。上主阁会对天下查晓伊的名。上主嘛会照即个律法的册所记载约内面的著作，对一些种著作的中间甲伊分别出来，互伊相知的。以后恁会行行顺顺，甲对真远的所在来的外族人，看到上主互即个地拄着的灾难甲病症，就是即个地大所在有硫磺、有盐、互火烧去的，无当种作，无主产，无花草，亲像上主伫大生气中毁坏索多玛、蛾摩拉、阿玛、西北安尼。因拢会问上主哪会对即个地安尼做？伊的生气哪会遐猛烈？人会对因讲，因为死所在的人去杀上主，因列祖的上帝带因出埃及的时，甲因立的约，因去拜因捌嘛是上主，禁止因拜的神明。所以上主发大生气，将即本册所记载一切著作，拢降落伫即个地。上主非常生气，伫大生气中将因对即个地卖出，甲因配伫活亡到今仔日。有一寡代志，上主咱的上帝无甲咱启示，毋过伊有启示即个律法，互咱甲咱的子孙永远遵行。在刚刚，我们大家一起阅读完了《生命记》第29章。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的叮咛。那大家认为叮咛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叮咛这件事情，好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发生，不论是要出远门，或者是要搬家，或者是孩子要上学，那换了一份新工作，或者是要从秋天进入冬天了，会有越来越多人感冒。在这个时候就会很常听到有很多人会互相的叮咛。那叮咛在有些人听起来会觉得说，好像你不相信我，为什么要一直重复提醒我这么多次？但有很多时候叮咛是因为你爱这一个人，所以你会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才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再说一次。
那今天呢，摩西也就是站在这样子的位置上。以色列人呢，要过约旦河，准备进入迦南地。那他们生活会有一个重大的改变，生活的形态变了啊，环境也从原本的旷野变成迦南美地。那会遇到的挑战也变多了。那摩西知道这里面有暗藏着许多的危险，而最大的危险呢，其实不是在外面的敌人，而是原本朝向神的心慢慢的偏离了，慢慢变顽固起来，慢慢的要去挑战神。所以他在离开之前呢，决定要来跟这些以色列人做一次提醒。好，我们来看29章一开始。29章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跟以色列人立约。那这不是第一次立约了，这是第二次的立约。第一次立约的话，是在何烈山与以色列人立约。那为什么要进行第二次立约呢？因为他们要准备进入迦南地，并且呢，其实第一次立约的以色列人跟第二次立约的以色列人的组成不太一样，所以他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了。那神决定要跟他们重新立一个约定，好让他们可以重新的谨记神所说的话。接下来29章2到9节，不是直接讲了一些新的规条，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回顾在埃及所见到的神迹，在旷野40年的保守，衣服和鞋子没有穿破，而征战得胜，得地为业。这一段回顾不是一个情绪化的感性，而是一种属灵的保护。因为忘记常常并不是因为记忆力的衰退，而是我们的心对恩典变钝了。那在申命记的第8章，其实也有提到说，人进入了丰盛之地，吃得饱足，用增多的时候，最容易的就是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那种忘记不会是口头的否认而已，而是生活秩序的一个改变。我们可能祷告会变少，感谢会变淡，经会变薄，最后连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神已经在心里不是第一位了。所以在29章的回顾，其实就是为了让人从理所当然拉回来，一鞋不破，或者是日用被供应，然后能够一路走到今天。这些事情如果被视为理所当然，那就会让心被麻木。但如果这些能够重新看见，就会唤醒敬畏。原来这一路走来都不是单靠自己撑住的，而是神一直在拖住。我们也可以回想我们在过往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恩典是被我们忽略掉的？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本来就应该，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其实这其实是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并且这个恩典是一直扶持着我们，是我们一路过来的。那也可以看到在第4节的时候，那句话其实是非常的真实的，就是可以看到说，我们可能看见了许多，但不一定全部都明白。那我们可能看到了，但我们心却不是醒的。那这期也指出了我们需要更深更深的去体验神，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苏醒过来。再来我们看到10到15节，那10到15节呢，其实是摩西有寄望他们能够不像以前以色列人一样，眼睛看了却心里不明白，而是能够将他们眼睛打开，能够选择神所赏赐的生命。因此这边提到了说，不论是从族长一路到他们劈柴挑水的人，都能够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来立约，并且来顺从耶和华。那这边的顺从呢，意思是进入的意思，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和摩西能够一起来起誓，
立约说，以色列人要来做神的子民，神要来做以色列人的神，并且这个约会流传到后续的子子孙孙，一路往后延续，也为的是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相信神，也明白神会一直在他们的生命里，在他们生活中持续的保守。现在让我们来看第16节到第28节。那在这29章的后半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内容变得比较沉重。那还有提到列国的偶像，也提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就是人的心偏离了，会生出毒根和毒草。那甚至有些人听见了警戒，心里会自我安慰，然后觉得说照自己的想法走，也可以走出神所赏赐的平安。但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子的人会连累整个族群，会使好人和坏人一起灭亡。那在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付的呢，不是一个表面的小错误而已，而是一个人心，是人的想法，人的一个合理化。那有时候许多真正摧毁生命的路，它都是一件小事情。可能我今天犯了一件小错，我觉得神会赦免我，神会原谅我，神意就会赏赐给我所需要的祝福以及平安，我就一样继续做这件不符合神心意的小事。这样一次放着不处理，虽然可能外表看起来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感觉这件事情好像就这样子过去了，但其实它也会在你的心里面扎根，扎下那个毒根，渐渐的它会越长越深，然后影响到了就不只是你自己个人的观念以及个人信仰，甚至可能会波及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家庭还有群体，甚至会影响到带给下一代的信仰理解。所以呢，这里后续谈到一些审判、荒凉或列国的追问，假如说会荒废啊，遍地有硫磺和盐，那不能耕种，杂草也不能生长等等的，就如同上主在烈怒下摧毁了索多玛、俄摩拉、亚玛和西比等等城市一样。这些事情摩西说出来，其实并不是为了来制造这些恐惧，而是来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就是我们不遵照主的路去走，走偏之后的终点。他只是将终点先讲明了，有些路走了下去，必然会带出荒凉。摩西在这边的叮咛呢，是先把后果说清楚，因为真正的爱不会只有讲安慰的事情，而是他也会标记出危险，让这些人不会真的跌入一个无法收拾的结局。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第29节。有些事情上主我们的上帝向我们隐秘，但是他启示了自己的法律，我们跟我们的子孙都要永远遵行。那这边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上帝向我们隐秘的事，另外一个是他启示了自己的法律。那上帝隐秘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像是可能在你人生中感觉不顺遂的事情，或者是一些遗憾，或者是可能亲人过世，你来不及跟他说再见，等等等等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规划这一切？为什么要使这一切事情发生？但是这一切呢，都有上帝他的智慧来去预备的，是由上帝亲手去规划的，这是拥有上帝的智慧存在，而我们人呢是无法去理解的。那这边讲到说，他启示了自己的法律，其实是主也希望我们能够来行在主他的法律上面，能够更专注的在他的法律上，专注在我们现在已经得知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上面，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最后一同让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借由生命记第29章来告诉我们，主你一直都在，以及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法律。求你来唤醒我们麻木的心，让我们不再把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也求主你来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偏离主你的道路的时候，不是只是单单的自我安慰，而是能够重新回到主你的面前来向你悔改，也求你来去除我们心里面的那些苦毒，使我们能够在与主你的所立的约中能够重新对齐。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在面对生命中那些看不透的隐秘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选择放手，交托到主你的手中。也求主你来使你这些显明的真理与呼召来赏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能够去行，能够去达成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旨意。求主你来使今天我们看到这第29章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提醒，来使我们能够走向主你所赏赐的丰盛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